来看咱台湾主办的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的比赛哦，是亚洲规模上大的自由车比赛。今年哦要对初十开始比，有来自41个国家的选手，24个队伍参加哦。这场比赛嘛是争取巴黎奥运真重要的一场比赛。 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是予国际自由车总会认证的赛事。今年2024年环台公路大赛参加的队伍有24队，选手来自41个国家，台湾也有6位选手组成国家队参加。其中国外的选手也真有实力，有6队2级别车队参赛，会使讲是今年的比赛才值得看。我们的24支里面有6支是2级车队，这个也是历年来 最强而且最多的，其实后面都还有很多在补位2级的，包括一般的职业车队，还有国家队都很。今年国际自由车环台大赛为初10开始，连续5天，头站是台北市，落南会经过5个城市，最后一站是高雄，中间也是输赢的关键。高雄落30位佛光山来出发，总长要150公里，沿途会经过六股、旗山等区域，选手也会当欣赏台湾的景致。大树、旗山、美浓、六股、架山，以及等下燕巢，我等下咱的这个市区，总共伫高雄有9区的这个范围，会当互这个选手沿途去看到咱高雄这真美丽的这个风光。文化局表示，今年也拄好是巴黎奥运，所以这场自由车环台的比赛是选手重要积分赛，也提醒民众，若是拄着管制，爱听现场交通的指挥，除了袂影响选手，也会使替因加油赞声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